继续来看，川上任了后，就请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来换新创立的政府效率部。这个临时部门已经甲联邦政府大规模裁员啦。嘛，因为这马斯克会使摕到税收这块敏感的资料，这也引起抗议。不过，白宫是解说过，马斯克只是总统的自签顾问，伊无法度决定政府的决策。几摆抗议民众伫德州奥斯汀举票议。抗议总统川普最近施政的表现，包括任命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带领效率部，高达效率部已经指示裁掉几啊千个联邦部门的职务。抗议民众讲，川普甲马斯克的做法明显违法。外界对马斯克甲政府效率部直接裁员甲取消联邦计划不满是愈来愈大。14个民主党执政州的总检察长下令法院禁止马斯克团队摕到联邦机构敏感的电脑资讯，甲甲员工洗头路。不日个华府的法官18下令驳回这个禁令，理由是欠缺明确的证据甲理由。那川普哪像嘛有意识到外界因为不满效率部引起的纷扰，一方面同意马斯克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批评，而且停止这个署的外援计划。另外一方面嘛公告，对经营太空事业的马斯克，政府会遵守利益回避的原则。So anything to do with possibly even space, we won't let Elon partake in that. 白宫嘛伫18回讲，马斯克并不是效率部行政主管，无裁减政府机构甲员工的权利，做决策的也是各部会机构。President Trump is the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for this entire administration. Elon Musk,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rks at the direction of President Trump. Elon Musk is a 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 as I have told you before. He serves as a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川普2.0的执政团队新创效率部，主要是要简化联邦政府的体制，省政府的成本。马斯克嘛甲经营企业的作风摕来管理联邦机构。因伊带因细汉后生出席白宫的会议，互外界是议论纷纷。BBC 引用美国团保学者的分析指出，这是马斯克的政治策略，目的是要互伊看得更加清澈，而且嘛是挑工要转移一寡事件的焦点，对川普的团队无一定是歹代志。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